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无私无条件的爱，即使我们总依靠自己，总在闯祸，但也还是爱我，是如此不配这份礼物。主啊，感谢你让世人都知道耶稣为了罪被死价，却使到每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被解死价，把你温柔深切的爱传下去。阿门。带回来要吗？还是 OK？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平安回家，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无人能与你相比，你将全知道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你的你，哦，何等伟大的爱，我活出真相爱，感受极大赞美，哦，是你能让我对世界渴望是你，我让
华语礼拜1分钟后开始。哈利路亚，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无人能相比的神。主啊，你所造的万国都要来向你赞美，他们必荣耀你的名。让我们一起拍手。永活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让我们跟左右前后的朋友们说。我们一起来赞美无人能相比的神。永活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可亲爸爸要 solo 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
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哦哦哦哦哦我感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神的圣灵正在运行，带下医治的恩典。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众教会，兴起他所拣选荣耀子民。我感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神的圣灵正在运行，带下医治的恩典。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众教会，兴起他所拣选荣耀子民。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自由的时刻已来到，罪的锁链它完全都断开，来欢呼赞美他生命，新旧浇灌带下新鲜恩膏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心又留下带出大能恩膏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我感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神的圣灵正在运行，带下医治的恩典。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众教会，兴起他所拣选荣耀子民。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自由的时刻已来到，罪的锁链它完全都断开，来欢呼赞美他生命。嘿，新旧浇灌带下新鲜恩膏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心又留下带出大能恩膏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新旧浇灌带下新鲜恩膏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心又留下带出大能恩膏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圣经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让我们一起安静心来唱这一首《你的爱》。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施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们从头再来一次。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赐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无条件的爱，即使我们总依靠自己，总在闯祸，但你还是爱着我们。我们是如此不配这份礼物。主啊，感谢你让世人知道耶稣为了人的罪行背起十架，求你持续带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能背起自己的十架，把你温柔深切的爱传下去。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
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一情，你当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请同工来示献。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天父，感谢你创造我们的生命，照顾我们的生命，更拯救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大牧者，使我们不致缺乏。你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在我们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看周报的内页。教会消息，第一，本日我们感谢郑先生牧师带来的勉励哈，愿主赐福保守郑牧师及他的家庭。第二，7月14号到24号2位牧师安排年休，他们趁着这年休的当中，可以返乡探亲拜访他们的亲友。这期间7月19号。就是星期三的查经祷告会会暂停一次。第三，7月17号星期一下午4点，教会要进行固定安排的消毒所以第二天7月18号第二天教会不会开放，请注意。第四，7月23日下午全教会要大扫除注意请各单位还有团契按我总务部所分派的协助各区域的整理。这一点请我们2堂的同工就是注意，就是7月23号我们要举行教会的大扫除。第五，
请各团契、各单位在7月23号前，将账务的账册交给干事，送交查账委员的能够进行年终的查账。第6，青少年团契定于8月19号到20号办夏令营，地点在桃园青年体育体验学习园区哈，对象是国高中及大专生，费用一律是2000元，含食宿、交通，还有体验活动费、保险费等等。报名在1楼柜台的地方，请大家可以索取，鼓励家里有兄弟的哈，有弟兄姐妹的，比我们小的哈，都可以鼓励他们家，还有或是我们的朋友邻居都可以鼓励来参加。若是有要更进一步了解的，可以跟我们的辅导、定信还有子瑜他们来请教。第7，第3季就是7月到9月的新永刚读经手册已经来了，放在招待桌上，请自行拿取的，并且按照进度每日的灵修。第8，2023年6月份教会财务的报表已经公布了哈，贴在公布栏，请大家自行参阅。接着看团契消息，7月16号就是今天早上，这个已经过了哈。今天早上的情色团契的聚会是宇翔执事的主理的夫妻默契大考验，这个已经过了哈。第2，7月29到30号是儿童主日学的举办的生活营，地点在宜兰。主日学老师要带着这一群活泼的小朋友要去生活体验营，所以我们为他们真是要为他们祷告哈，求主保守他们出入平安，在那里一切都能够丰收。第3，9月11号到15号是台北中会的松年部秋季灵修之旅他们要到日本9州了哈，5日游。那详情可以在公布栏看。那名额有限，若是我们的长辈要参加的，要赶快向美玲会长来报名。好，肢体的消息这是我们很不舍的哈，也心里面觉得真的是不舍。这上个礼拜天上午10点40，到10点40的时候，赵明执事通过他的手机看到父亲有异状，就赶快赶回去，然后救护车来了，什么都做过了一些所有的急救，但是还是没有挽回哈，所以我们要为着加遗嘱来祷告。那接下来的8月5号早上11点，要在台北市就市立殡仪馆第2殡仪馆的1楼的至真2厅，1楼至真2厅举行告别式，然后随即要前往阳明山举行花葬，愿主安慰众遗族。那我们要参加的人，请在柜台登记，因为有车辆的安排，还有其他的相关事宜哈。记得要参加者，请到1楼柜台登记。奉献明细登录在这里，若是有什么出入，再从会计那里来更正。我们来看圣经。有2处的圣经哈，有2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诗篇90篇12节，诗篇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第一处。第2处在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今天郑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生命的历程的经文。接下来我们请郑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老实讲，这2节经文你们听下去，
有一点好像是说，你要参加告别礼拜。啊，我们在纪念人生当中这个过往的人逝世的亲友，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尽了他的本分。请问，魏长老不算，在座的人超过30岁的请举手。放假，我以为你们都20几岁而已。因为魏长老给我讲说他有70岁以上，我以为他还没有65岁，。人生真的，一转眼就是摩西的祷告，一眼之下，一下子就过去了。请问现在是7月中旬，上个月才过端午节，今年是闰月，所以中秋节还早嘞，要到9月份，但是很快。基督徒的人生是一种信仰旅程，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本人约翰写的。这本书我们从小就被说一定要读，真的很棒。他在写你怎样是走天路，走这条仰望神的十字架的道路。本人约翰就写这个天路历程。但是今天我们一起来想这个题目：生命的历程。基督徒在这个人生的历程里面，主所看重的是我们为他做多少工作，我们是否有尽心尽意来爱主。刚刚开始看你们的敬拜赞美，老实讲，我们这种年纪跟不上，摇了、动了、跳了。想当年我也有年轻过，但是那个是50年以前的事情，意思说我已经超过75岁了。那个时候跳了、摇了，甚至讲说夜店。牧师你也懂夜店，懂啦。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一瞬间，保罗那个摩西的祷告，求主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请问，你知道你自己的日子多长吗？不知道。早知道多好。民国150年，我也不知道150年是西元几年了。反正150年你们还在了，我已经不在了。你们现在30几岁，再加40岁，70几岁而已，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我再加40几岁，那还得了？我已经超过100岁了，不可能。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见证。25年前。我50岁了，今年我满75岁。50岁生日的时候，教会青年跟牧师做50岁生日的庆生会。庆生会吹完蜡烛，普通都有一个动作叫做许愿。那牧师真的许愿了，许愿完结束了，那个年轻人就哄牧师。第一个愿望什么？讲出来。第一个愿望，大赚钱呀，娶水某啊，这个你都有了，不要再讲了。第3个愿望要讲出来，我哪里有第3个愿望要讲出来？一定要讲，那就不算愿望了。好了，我就讲。我说第3个愿望，我给上帝讲说，再给我一半，懂不啦？50岁生日啊。再给我一半是几年？25年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想，25年，
嘿，以后的代志啊，好长哦。哪知道已经到了，75岁满了哎，哇！所以75岁那天生日哦，我给上帝讲，怎么那么快啊？怎么那么快啊？25年了呢。所以我刚才才会问，30岁的请举手，你们举手了？30岁生日的时候过了，上帝啊，再给我2倍啊，2倍就是在60岁啊，90岁啊。你假如讲1倍，你马上就到了。30岁好长哦，再30年，一望年久就过。当我满75岁的时候，那一天，今年5月21号，我也不怕你们知道我生日了。记得明年5月21号要给牧师说生日快乐了。但是5月21号不一定碰到礼拜天啊，今年就碰到礼拜天。有一个单位就问我，陈牧师，5月21号你叫某某教会去讲道。我第一句话回他：生日呢？他问我，生日不要做礼拜吗？你生日是偌大？生日呢？第一句话，5月21号你去某某教会讲道，生日呢？生日不要做礼拜吗？要啊。生日要讲道吗？要啊。所以我就乖乖去做礼拜，去讲道。但是又想到，25年前给上帝讲，再给我25年，怎么那么快就到了啊？到了，所以那天去讲道，我就给他讲，人生啊要把握，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种历程，这样走过来，看到你们敬拜上面，在摇，在唱，在动，在侍奉，荣耀归于神。你们有这种侍奉的心，神悦纳。不是，不是我熬啦，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你，你可以侍奉。我们退休的牧师啊，很好玩，有2种，一种像我这种叫做过动，过动就是坐不掉了，所以人家叫你去哪里，打死都要去。可袂人给咱叫你，所以有一间教会就请我说：“这不是几月几号，请你去，请来我们教会讲道。”我说：“不好意思，8月第几个礼拜，下个月的事情了。”我说：“我已经排到9月底了，排到9月底，意思就你8月第几个礼拜，现在请我去讲道，太慢了。”我事业做足大的呢，这样子表示说我还在动。我退休以后，我女儿跟我太太第一句话都给我讲：“你比没有退休还忙。”真的，我每一个礼拜都这样。你们的黄牧师已经给我预约12月第3个礼拜还要来。我说啊，我今年已经去了，我每年都答应他来一次。那去年就给他讲说，不要给我预约年底。他好，那中间7月我就答应了。结果他说不行，还要12月还要再做。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担任现在李春生教会的小会议长，来这一套，来这套样哦，按照借口，我拍这个讲。我拍下讲，你还有你现在的，你现在可以讲到了。他说啊，你代表哪一个单位来？哇，又不行了。你代表哪一个单位来？人，你要尽本分，特别是基督徒，上帝是看你做多少工作。但是，这个不是去上帝那边讨价还价的资本。这不是你的本钱呢，上帝啊！我在建成教会参加敬拜团，我还司琴，我还有司礼，我还有奉献，我排了一大堆。
结果上帝说，别人也一样啊。哇，对哦，别人也一样啊，你也无靠赢人啊，你也无靠赢人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将我们自己的做工为主做工，认为说不错啊，上帝要我做我就做啊。但是你建立的亲密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基督徒？我常常在讲，基督教一个象征的记号是十字架。请问那个十字架，上面到下面是长还是短？长。上面到下面是长，中间那个是短。人与人之间，但是你假如上面跟下面左右一画全部一样长，那不是十字架，那叫做红十字会。真的哦，那个是红十字会，也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是直的，很长、很深，上帝一听。所以第一个问题，你要觉醒，你要审视，你是怎样的基督徒？刚才我们读的摩西的诗篇90篇，一生的岁月如飞而去，真的很快啊！诗篇90篇，你回去好好读，我们只有读到12节。怎样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很少算自己的日子，真的很少算自己的日子。但是，请问，3、4年的疫情我们走过了，口罩我们也戴过了。现在可能现在我们还有人戴，但是很多地方已经不要戴了。虽然不要戴，台湾人一个特色，惊死。所以无大较惨死。所以我去问一个会友，我去别的教会讲到，请问你们口罩多久换一次？竟然有一个会友给我讲，1个礼拜。我说你无够哦，阮兜偌济我给你啊。现在口罩太多了，卖欠嘛啦。口罩我拿回去我就丢掉了。我就马上就丢了，再换一个啊。我们家里什么没有？口罩最多。不相信我问一下，家里超过200个口罩的举手。其他不敢举手的，他家里500个，我跟你讲。不敢举手就是500个，因为我们家里什么最多？口罩最多。那我们在节省什么？不知道。没有蛋，我们囤蛋，把那个蛋弄到臭掉。没有卫生纸，去买卫生纸，你有几个屁股啊？每天擦吗？也不会擦那么多吧。但是我们就很会囤积东西，所以人生的日子多长不知道。神的主权，上帝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它的内容。我请问一下，你参加过告别礼拜，欢送一个亲友离开，你是否曾经在那个告别礼拜听过，这个人真的活该啊，死以后了，怎么办呢？真的我们没有听过，我们都是听到好到不行哦，他多好哟，要纪念他哦，他生前怎样哦？你在下面哦，我真的气到不行，他欠我钱都还没有还呢，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哎呀，死人最大啦，反正都讲一些好听的话，你讲的太好听，他会爬起来。我跟你讲哦。但是你再想想看，你的人生这样走过来，30几岁结婚，事业在拼，然后40岁、50岁，可能快一点
50岁你做阿公啊你早结婚嘛，50岁你小孩子生出来，他也结婚了，他也生孩子了，你就成功了。但是又怎样？假如你一生你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讲说，请把你的业绩拿出来。有，我在建成教会有参加篮球队，那又怎样？我也有参加敬拜团，那又怎样？我列出来，列到最后，上帝说，这个不算业绩，哇，不算业绩哦，再来一条，好，我平均1年奉献多少钱？我平常都有祷告，然后上帝又讲，这个他也一样啊，他奉献还比你多啊，你是一天祷告2次啊，人家祷告3次啊，哇！我再问一个笑话，曾经你吃饭的时候忘记祷告的举手。哎呦，好，放下，牧师也一样啊。那我请问一下，下一餐祷告有没有补进来？怎么补啊？我不知道。兄弟啊，不好意思了，中午祷告因为人多了，都是同事了，所以没有忘记祷告了。那晚上在家里，上帝啊，请原谅我中午忘记祷告，没有，从来没有讲过中午你忘记祷告的事。上帝也没有记你的过。所以，人生的生命不在长短，是在你到底表达多少你的价值。人生的价值观在哪里呢？值得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魔鬼不能阻挡我们成为基督徒，请放心，魔鬼不能阻挡你成为基督徒。你要来做礼拜，魔鬼没有办法阻挡你，但是魔鬼可以给你过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今天黄牧师跟林牧师都不在了，所以今天不要去做礼拜了。我让你做礼拜是为了黄牧师和林牧师了今天郑牧师了，不认识他了，不管他了。你做礼拜是为牧师来了，所以马马虎虎了。你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疫情严重的时候，不能来实体礼拜，我们是做什么？线上礼拜，你记得吗？那一段时间多好啊！为什么多好？因为线上礼拜可以不要奉献啊。哪一个执事拿奉献袋去你家？没有啊。还有一个线上礼拜，我可以躺在床上做礼拜啊，牧师也看不到啊。更好玩，你在线上礼拜，你可以喝啤酒啊，牧师也看不到啊。请问，线上礼拜、实体礼拜，长老教会统计，去年年底长老教会一个统计，会有30%回不来了，10个里面3个没有回来了。为什么？线上礼拜。所以很多教会仍然保持线上礼拜。我听说我们教会仍然有线上礼拜。我不是说把它关起来，关起来没用啊，他们还是不来啊。你要想办法给他们来，怎么来？很简单，3个月有一次第5个礼拜，有没有？有，就规定第5个礼拜没有线上礼拜。我先跟你讲喽，1年只有4次，对你很好了啦。52个礼拜只给你关4次，没有线上礼拜，先跟他们讨价还价。那一天你要讲，那一天教会有大事情，
那一天教会要怎样？所以记得第5个礼拜就没有线上礼拜，请来参加礼拜。甚至那一天也没有华语，叫您拜安内不？台语、华语合堂礼拜有没有？就把它那一天是合堂礼拜。所以慢慢来，所以你慢慢跟他讲，我没有把你关啊，怎样把他们又带进来？带进来，第一句话，拜托你，你看到他们回来，第一句话又讲，你就是这样，你才会回来，他就不来了。我跟你讲，没有这样子讲法的啦。你看今天有爱餐，所以你就来了。你看他永远不会再来了。你为着家他来做礼拜，你看不对啊！好不容易他来了，你就装作不知道，也不能讲好久不见了，真的好久不见了。但是怎样？我们今天在讲，你不能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因为魔鬼最喜欢你没有去不会怎样的。所以你怎样去看你今天你的生命历程？第一个，活下去，真的要活下去。我们这种年纪最怕就讲我活这长是要创啥啦？假老我活在世间，你看不想活，完了，活下去的相反就是不想活你活不下去啊。好苦啊！活下去怎么会苦呢？牧师，你不知道，我有精神压力啊，我有经济压力啊，我有婚姻的压力啊。每次回去，人家都问我：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呢？你看婚姻的压力然后结婚了以后，又碰到长辈，第一句话又问你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啊？所以这种压力下去，我活不下去了。信仰不要成为一种重担跟负担。你绝对不要说，我今天来做礼拜是为了牧师，为了侍奉，为了今天排我有节目，今天排我有侍奉。请问，那没有侍奉就可以不要来了？像我刚才讲，生日可以不要来做礼拜。哪里有这么好？但是你生日可以不要来做礼拜，也只有1天而已又刚好那一天要碰到主日才可以所以你一直想想看，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你有没有建立？人跟神的关系你到底建立在哪里？你有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有一句话讲：天不怕地不怕。哇！你连上帝你都不怕，老子最大，所以我才天不怕地不怕。这种活下去要有一个开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你生存的开端，所以怕使人谨慎活下去。会怕我们就是经过这3、4年疫情。所以我们对自己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我们会戴口罩，我们会保持社交距离，我们会勤消毒。怕是出于敬畏，是一种消极的表达。怕上帝，怕自己太骄傲、太自卑、太偏见。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过去疫情期间，我们很流行。你有没有2条线？有没有？都问你有丢丢我？都是没有确诊嘛，都是1条线，怎么都是1条线。那一段时间，我们都有打过疫苗，有没有？不管你打几剂。那我记得很多教会讲到，我都第一个问。那个时候没有人问他说打1剂的打3剂的举手。3剂，差不多2/3打3剂，然后我再讲打4剂的，剩下没有几个。那我再讲到没有了哈，台上的牧师打5剂，因为
台上的牧师好野人惊死去，说我打到5G 呢，我就常常这样子，在每一个教会我就讲我打5G，而且每一季都是打什么高端，而不是高端那个什么莫德纳，每一季都打莫德纳，所以打5G呀，你看无敌铁金刚。有一次，去年12月中标了，2条线，因为讲太大声，上帝听到，上帝讲你在讲啊，你在讲你是无敌铁金刚啊，我12月去年12月就中标了，2条线，完了，我属于过动，过动的人那个时候还要隔离呢。所以马上被居隔，就要关在房间，敲敲敲，然后我门打开，吃的东西在地下，要自己拿进来，然后又关起来，在房间里面吃饭。什么时候我最自由？早上牧师娘去买菜，女儿去上班，家里没大人。那个时候是我最舒服的时候，门打开，没有人要管你，就出来拍拍照，乱走啊，都是在自己的家里，也不敢跑出去。但是你想想看，这种被关在房间，然后要出来，门打开，人家问你，你出来干什么？要借口，要去厕所，要不然怎么出来？我要讲借口，然后跑出来，又赶快溜进去。然后我看牧师娘跟女儿就拿着那个什么酒精，沿路再给我喷消毒。你想想看，那一段时间我们过去了，怕，那个时候怕传染，那个时候怕被染疫，但是这种消极，怕。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勤消毒等等，但是还是中标。请问，现在有没有人理你？你几条线啊？现在也不要隔离呀。我不好意思讲啊，我们每次坐大众运输的时候，我坐在大众运输上，我只要听到有人咳嗽了，我一定回头，只要1声2声没有关系的，沿路一直咳，我就站起来走远一点，到隔壁车厢了。因为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染疫，你不管怎样，现在还是会怕啊。听说现在还有人确诊了，听说现在还有人已经确诊过，还是会确诊了，只是现在很轻的，就是感冒。但是，怎样去将你的爱转变成为敬畏？不是消极，是积极的爱。爱主所说，爱主所做，爱主所有，爱主所望。我们基督徒就是荣耀归于神，一定全心仰望，求神带领。第二个，你不只活下去，你要活得好。我常常跟这些退休的同工，我们一样是退休的牧师，说对自己好一点啊，对自己好一点啊，肯定自己呀。哎呦，唔甘啦，这个太贵了。请问一下，现在去外面吃一个那种buffet自助餐，500起跳、1000起跳的有啊。对我们这种年纪来讲，浪费500可以吃1个礼拜，你去吃啊，500吃1个礼拜，日子还是这样过啊。人家那些年轻人一餐吃500，你怎样？也是过啊。所以我说，对自己好一点，活得好，珍惜上帝所赐的生命。有的人生观是这样。我活不下去了，我活得不好啊！
哎呦，唉声痛气，一直在那边就是埋怨。每个人的生命是宝贵，要珍惜。我们必须了解生命的真相，生命的奥秘。生命是礼物，也是机会。你怎样通过你的机会？刚才我们有新的诫命，新的诫命在信仰告白的时候有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人家会认识出你是上帝的子女，耶稣的门徒。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怎样将你的光盐来调和这个世界，来调和你的周围。建成教会有一句你们的 slogan， 你们的牧师常常说：“这个是我们的通关密语。我们建成，我们有爱。”他给我讲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讲这句话，我不能上来楼上讲道。我有那么严格吗？我们建成，我们有爱。但是你到四周围，假如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后影一日到晚都听到恁底下的冤家，我们建成，我们有爱，那就不一样喽。所以，生命是礼物，也是机会。生命会成长，会影响。生命是永恒，生命在每一刻的存在有意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很要紧的是，你要活得好，你是珍惜上帝赐给你的生命。上帝不但给我们生命，更借着什么？借着耶稣拯救我们，享受恩典中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随便，这个自由是神给你的恩典。用不同的恩赐去服侍别人，你会敬拜赞美，你会诗情，你会祷告，甚至你会安慰别人。这种每一个人的恩赐，借着圣灵的能力，通过上帝爱的浇灌，使我们生命成为爱的生命。所以建成有爱，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爱，所以我们的教会将这个爱活得更好，发挥运用，成长，爱神、爱人、爱自己。所以这种活下去，就是珍惜你的生命。不管你现在几岁，上帝给你的生命就是容神一人。第三个，你不管你活下去活得好，你一定要活得有价值。人生一定要活得有价值，这个价值观很重要。享受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所以每一次你在生日的时候，感谢主，又赐给我新的生命。你怎样继续活下去，有价值？基督徒不但珍惜所领受的生命，进一步享受耶稣救赎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牺牲。这个不是白白的牺牲，是恩典，上帝的怜悯，神爱世人。所以你怎样去珍惜？在经句里面，就是腓立比书第1章21节，那里讲到保罗说：“我活着是为了基督，我死得有意义。”就你怎样活得像基督，也死得有意义。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活得有价值及意义。你我有没有因为耶稣的生命充满活力？人家一看，建成教会的啦，难怪这么好啊！难怪耶稣跟他们同在啊！难怪教会会兴旺，建成有爱啊！主跟我们同在，活得有意义。所以，当耶稣允许我们享受丰盛的生命，上帝来，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你这个生命里面，你一定不是说我活不下去啊，
我的生命空空的，你要活出神在你里面。你有没有因为信耶稣而感受到人生有意义？有一句话常常在讲：施比受更为有福。老实讲，你常常因为这句话，你去帮助人，你去因为你的作为使人得到益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福了。保罗用这句话在勉励自己：你活着是为神而活，你怎样是为主而活？刚才我一直在强调说，我满75岁了，每一天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情，你祷告，我就讲感谢上帝，我眼睛可以打开，我又活了。因为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给上帝求在一半呢，75岁我已经满了呢。上帝随时可以叫我回去呢。有一天，上帝讲说：“可以了，你可以回来了，你不要再逞强了。”所以我现在不大敢答应比较长的。你们牧师还给我讲，12月，我12月下半年度还可以了，可以接受了。明年我不敢，明年阿贵我不知道。所以你怎样去过你的人生、生命的历程？你怎样去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结论来讲，请问你的生命的历程如何？保罗刚才讲，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4章，后书的第4章第7节，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完了，当守的道我也守了。请问，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可以交差吗？所以这个话在勉励我们大家，人生活下去，活得好，活得有价值。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天地的主宰，感谢赞美你，再次通过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知道怎样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活下去，而且活得好，甚至活得有价值。因为这是何等的重要！求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前面的脚步，勇敢向前。我们相信主一定与我们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我们一起起立。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立功一生盼完美，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赐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
自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帮助，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唱新的会后诗，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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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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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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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